怎么了这是？奴婢刚刚看奶妈给小皇子喂奶，小皇子哭得那个凶啊，一定是在说：“我想父皇啦，我想父皇。”奴婢突然想到，皇上都2日没来兴圣宫看您了。我也是醉了，孩子那么小，除了吃就是睡，懂什么呀？我总觉得是奴婢害了您。要不，我想办法帮您制造一场偶遇吧。皇上驾到！不用了，自己找上门来了。每次到你宫中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朕刚才去了幽兰殿，才发现，幽兰殿里总是点着各种熏香，而你这里，不是卤肉味，就是榴莲味，实在是目不忍视，鼻不忍闻啊。您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告诉我您去江妹妹那儿了。她过得可还好？她面色红润有光泽，朕看见她，心情就舒畅了许多，无需你挂心。秦升啊，秦升，你这种低级的手段，小学生泡妞都不用了，幼稚！你使了什么手段，让赵王答应了娶绿篱？我使手段有什么用啊？当然是我们绿篱聪明大方、美丽动人，赵王才会被绿篱给迷倒了。我不过是做了个顺水人情罢了。他的命就如此重要，让你不惜与朕作对。重要，我保的不仅是条人命，还有我的良心。良心？你对朕可曾有过良心？且不说良心，你对朕可用过心吗？我这人做事一码归一码，对我好的人，我都会用心回报。你这是说朕对你不好？张鹏鹏，从今日起你……禁足是吧？我懂。您回吧，禁足这种事儿，我自己办就行。张鹏鹏，终有一日你会后悔的，朕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齐生那天故意说他去了幽兰殿，这就说明他要动张家了，也要动我了。很可能先是废了我皇后的位置，让姜氏来取代我。娘娘，那天奴婢一直在，没听皇上这么说呀。听话要听里面的意思，不是来听热闹的。这些天我一直没有想出一个扳回局面的好办法，所以心情不美丽了。都是奴婢惹的祸，奴婢也不知道怎么帮您。要不我把各宫的娘娘们都请过来，陪您聊聊天，解解闷儿。这或许是个好办法。哎，这时候找女人过来跟我玩玩乐乐，或许还能让我解解闷儿。哎，快去快去，把他们都叫来。快去快去，都叫来啊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娘娘，您怎么不请大家入座呀？啊，对对对，姐妹们，坐坐坐。黄陵人，坐我边上。还是皇妃身娇体软，全面发展，我最喜欢了。游戏开始。啊！早知道就坐在陈妃旁边了，这种好事我怎么能错过呢？占我便宜？谁占你便宜啊？你胸还没我大呢。女的的，你个假胸！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咱们继续。来，太好了，终于轮到你家了。终于要到我了。没法玩了，人家又没吃大蒜，你肯定吃了。我没有，你看看他，肯定是吃大蒜了。你没有，肯定是你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娘娘没事吧？这段日子啊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我是思前想后啊，这一切都是我怀了孕之后才开始的。娘娘，女人生了孩子呀，难免会抑郁，这都是正常的呀。女人得产后抑郁，我理解，但是我不可能啊。哎呀，
我觉得呀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事业不顺利造成的，啊，才会失去了男人的自信，那方面才会出现问题。我还是要把我自己的事业给搞起来，这样才能两手都抓，两手都硬。我都已经想好了，我先借着你和赵王的关系，把赵王拉过来，嘿嘿，这样我也算吃了一颗定心丸了。赵王，娘娘，赵王他要模样没模样，要钱没钱，要能力没能力，您拉他，还不够给自己添麻烦的呢。你可千万别瞧不起赵王啊！我跟你说啊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好歹人家也是个王爷啊，也有一方的势力。再说了，要想加速我前进的步伐，越多的势力支持我，越好。你来干嘛来了？我是不想来的，可是昨天皇祖母问我和绿篱的感情怎么样了，我却答不上话来。她就让我每隔3天来一次，和绿篱培养一下感情，所以我就来了。趁着绿篱出去了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交代一下。又有事情交代我？这个第一呢，绿篱可是我的一块心头肉，把她许配给你，我是100万个不愿意。你要是敢对她不好，小心我不放过你啊！这第二，你要是再跟那个江音乐还有什么发展的话，娘娘，我对着那个榴莲发誓，我对江映月已经没有了半点私情。少跟我来这套！瞧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那你知不知道皇上这段时间又去幽兰殿了？干什么了？嘿，瞧瞧你急的，还说你跟他没有半点私情。嗨，我这是好奇的感情，好奇的感情不是什么儿女私情。皇上去幽兰殿，可是对江映月又有什么想法？怕就是怕你这个前妻快成你弟妹了。我呸！你们这个圈子太乱了，就连我这么开放的人，我现在都已经接受不了了。娘娘可是又和3弟置气了？谁跟他置气啊？是他跑来气我的。皇上在我们兄弟几个人当中，他的心性城府是最深的，你最好不要得罪。就是因为他不好得罪，所以我呢才想拉你入一个联盟。联盟？都谁呀？有蝙蝠侠杨言、美队九王，现在又多了一个你，绿巨人。感觉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能不能加入？给个痛快话。要加入也没问题，因为现在宫里的大帮小派都不带着我玩了，你让我加入也是看得起我。只是，你还有什么好指示的？只是从晚江那事件回来以后，皇上做的种种事情，足以见他的为人和心性之深。所以，娘娘，咱们也不是外人了。我劝您啊，在皇上面前还是恭恭敬敬的，该让就让，这样也方便你日后有一条求生之路可以走。这就是我所说的2条腿走路。不知皇上命臣弟来，所谓何事？云溪战事迫在眉睫，不知九弟认为，让哪位将军平定战乱，较为妥当？朝中各将领之中，值得信任又有远征经验的，当属兵部尚书张放了。让皇后的父亲远征，怕是会伤及皇后的感情吧？这杨将军也有经验，而且也是值得信任之人，为何九弟不推荐杨将军呢？这对于此事，朕早已有了定夺。强公公，奴才在。宣旨，命杨玉大将军率10万兵马南下，平定云溪。是皇上。这都什么呀？这些药小姑娘不能看的。啊，这个药，哎呦，我的小姑奶奶，这可得小心点儿啊！哎，你要这些药有用吗？你个太监，你哎呦，我的小姑奶奶，你可就别再伤我了。别动手动脚的。你还别说，我这药啊是卖给宫外的，你可别小瞧这药，这药啊可造福了不少人群呢。呸呸呸，说话没个正形。哼！绿篱，你别走啊，绿篱，绿篱，你千万别说出去啊，绿篱。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赵王
以后就是咱们其中的一员了。相信对赵王大家已经不再陌生了吧？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欢迎欢迎！赵王，咱们 sit down please。 C 什么 please？ 走你！快坐。